今日同大家分享90%嘅人都誤會以為腎炎患者係唔可以攝取蛋白質㗎，因為消化唔到。其實呢個係一個常見嘅生活誤區嚟嘅。首先同大家分享第一個重要嘅認知，其實蛋白質喺我哋嘅身體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幫助我哋身體組織修補啦、免疫系統嘅運作啦，同埋各種生理功能當中都必須要嘅營養素嚟嘅。對於腎患者嚟講，攝取適當嘅蛋白質係好重要㗎，因為有助於維持肌肉量、免疫系統功能啦，同埋成個身體健康運作。咁當然要揀正確嘅蛋白質來源係相當之重要啦，應該選擇高生物價嘅蛋白質來源。乜嘢叫高生物價嘅蛋白質？我哋人體所需要嘅所有必須要嘅氨基酸，而且呢啲氨基酸係比較容易我哋人體去吸收同埋消化，可以運用到嘅蛋白質，例如奶類、蛋類、肉類、大豆製作類呢一啲嘅蛋白質都係我哋人體必須要嘅氨基酸嚟嘅。呢啲氨基酸係容易被我哋嘅身體吸收啦。如果你係有腎炎問題嘅朋友仔其實我哋應該係要減少低生物價蛋白質嘅攝取啦。可能紅豆啦、綠豆、花豆、米豆，甚至係由麵筋提成嘅蛋白質啦，同埋堅果類，因為呢啲都會比較難去消化嘅，反而係要減少呢一類嘅蛋白質攝取，從而降低對你腎臟嘅負荷。所以最後幫大家做個總結，如果你有腎炎嘅朋友，你應該要選擇嘅係優質嘅蛋白質，因為對於我哋嘅健康係相當重要嘅。但係當然啦，要喺醫生嘅建議底下啦。作為一個聰明嘅消費者我哋要識得提問醫生嘅問題，例如我嘅身體適合每一日攝取幾多嘅優質蛋白質呢？咁樣你先至真真正正可以了解到自己每一日攝取幾多嘅蛋白質啦，同埋再揀啱一啲好嘅蛋白質來源，自然就唔會跌入健康陷阱㗎啦。